當一個人同時患上焦慮同埋抑鬱，咁佢一定非常嘅痛苦。大家總以為焦慮抑鬱嘅人承受能力差，其實真實唔係咁樣嘅。焦慮抑鬱嘅朋友，佢心入邊其實壓住兩塊石頭。每一次碰到咁樣嘅朋友咧，其實我有啲心痛。呢種雙重困境嘅治療，單獨用抗抑鬱藥之後咧，可能焦慮冇解決，或者仲係覺得心入邊咧會好亂，靜唔落心。更麻煩嘅係咧，持續嘅焦慮會激活身體入邊嘅呢種應激反應，反而會令到抑鬱反覆嘅加重，形成咗惡性循環。所以講臨床上咧，我哋一般經常建議患者係通過腸道菌群移植去進行干預治療。佢可以作用於大腦入邊嘅焦慮相關嘅呢種受體，幫助去壓制嗰啲亂七八糟嘅念頭。唔單止整體起效更快，冇副作用，亦都唔會成癮性。如果喺呢個時候，你正喺度經歷緊呢一種又有焦慮又有抑鬱呢種煎熬咧，唔好硬撐，